呼吸空間練習。第一步，仔細咁留意此時此刻心裏面嘅諗法。你可以好似用文字寫出嚟一樣，描述一下呢一刻你嘅諗法。仔細留意當時嘅情緒感受。仔細咁留意此時此刻身體嘅感覺，哪怕係一啲你唔鍾意嘅感覺，或者令你舒服嘅感覺。當你已經揾到呢3樣嘢啦，我哋進入第2步。如果你覺得合適，可以將雙手擺喺肚臍上，然後溫柔咁將注意力帶到此時此刻嘅呼吸，仔細咁留意呼吸嘅每一個細節。或者同剛才嘅諗法、感受、身體嘅反應有一啲嘅拉扯，唔緊要，你可以藉住一個又一個嘅呼吸，將自己帶到當下。第3步，由呼吸將呢份嘅覺察當下擴展至整個人、整個身體，以至我哋嘅諗法、念頭、情緒、感受，就好似重新開始一樣。帶住呢一份嘅覺察去迎接生活嘅下一刻。練習結束，當你覺得準備好嘅時候，可以透過一個呼吸，然後打開眼，返返嚟呢度。